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Kit 啊。咁今日啱啱天晒天2期嘅1房同2房單位咧就正式開咗價啦。咁首批118伙入邊，價錢折實售價係653萬起步，去到1500萬到。咁今次首批嘅單位118伙入邊咧，總共有100伙咧係1房單位嚟嘅，即係意味住好容易上車嘅單位，600零萬嘅係1房，係啦。2房今次係18間。咁有啲客戶問，冇留意啦，之前睇緊嘅3房未開嘅，係啦，但上到30零樓以上嘅大單位就已經係做緊招標㗎啦，係啦。咁有興趣嘅客戶唔好等啦，轉頭私信我再發一個價錢表俾你，大家研究一下。我哋睇一睇個價單嘅分佈啦，今次咁啊，第一座嘅 A3 室，咁啊同埋第一座嘅 A2 室咧就係唯一咧就啟德站景嘅今次嘅單位嚟嘅。咁一房咧就由5樓、6樓、7樓、27、28樓開咗價。咁啊，折實嘅售價咧，折實嘅售價咧係811萬到，去到939萬到。一房308尺，出咗5房嘅。咁另外 A2 室一座 A2 室450尺嘅2房開放式廚房嘅單位。咁啊，5樓、6樓、27、28樓，咁啊，折實嘅價錢就係1165萬到150007萬到，咁啊，大概25000幾到33000度啦，有2房會貴少少，咁一房咧就26000到3萬度。我哋換一個角度啊，好啦。咁另外嗱，價單有啲一房咧相對平少少嘅，咁平就平得有人遊噶啦。咁我哋眼見到嘅嗱，一座嘅 B1 室，咁啊301尺嘅2房，咁啊價單最平嘅5樓單位就係653萬5千蚊到，係啦。咁啊去到最高28樓都開晒價噶啦。咁啊28樓最高價錢咧就大概係763萬1，咁啊25300蚊尺到啦。咁啊，隔離 B2 室一樣嘅，咁啊大多7尺，咁啊5樓起步668萬，去到28樓780萬09千，咁啊再行過少少嘅 B6 同埋 B5 室都係有放售嘅，咁啊今次主要就攞咗啲22至28樓到，係啦，咁啊大概就768萬。去到818萬到，咁呢個係講緊 B5 室單位，咁 B6 室就774萬，去到810萬到，係啦。咁再過翻少少隔離啦嘅 B10 室，呢一個2房，咁佢會望翻稅務中心，望到太子道東嘅呢邊嘅方向，咁啊，淨係有7伙單位嘅啫，呢今次開咗。482尺嘅開放式廚房，咁會有個玄關位嘅，咁呢一隻咧就1150萬到1369萬左右折實價，23000蚊尺到23800，去到28400蚊尺到。咁去翻隔離嘅2座，順勢睇落去啦。咁啊2房啦，7伙嘅478尺，5樓起步1140萬，23800幾蚊尺，去到28樓。1358萬，28000幾蚊尺，係啦。咁隔離見到由 B2、B3、B5、B6 室都會係望住稅務中心呢一邊嘅景觀嘅一房，係啦。咁啊大同小異啦，佢中間啲樓層咧係冇攞晒出嚟嘅。咁啱啱好100伙就係前後加埋啦。咁值得留意嘅就係今次向北呢一邊嘅方向嘅一房咧，其實大部分咧都係唔過800萬嘅，淨係得2座嘅 B2 室嘅27同28樓咧，折實價咧係高過800萬嘅啫。咁啊，價單分佈大致係咁多啦。首批嘅118伙，咁我哋再不如講一講嗰個付款方案嘅分別啦。咁今次付款方案咧，其實得一個 payment 嘅啫，就係360日嘅付款計劃。咁啊，客戶可以選擇提早成交啦，咁啊可以攞翻相應嘅回贈嘅。咁啊，如果唔提早啊，360日啦，因為佢已經現樓嚟㗎啦，係啦。咁可以中間提早咧就攞2% 嘅提早回贈，180日內。咁如果180日內唔得，181日去到240日內咧都有1% 回贈。
咁另外咧，咁佢如果唔用發展商提供嘅一按服務咧，咁另外仲有多2% 嘅現金回贈攞嚟扣樓價尾數嘅。咁每個單位咧，佢都會有一部 iPad 同埋一個 HomePod Mini 送翻俾你嘅。咁因為佢係一個智能家居系統嚟嘅。好，咁今次嘅分析咧就暫時去到呢度啦。唔知睇緊片嘅你有冇興趣咧？咁啊，如果有興趣嘅，評論區嗰度話我知啊。